21号上午，伫林德的休息站举办统一超商的年尾联合物资募集的活动，现场由漫飞天使为大家带来精彩爵士鼓表演，还有歌剧的演出。对因的表演，当看出因伫咧准备的过程中非常的努力。现场的贵宾嘛，忙前的咧对咧节奏拍手，专心投入伫因的表演内面。来协助社会比较弱势的团体。那统一超商，我看了一下，它有一个Open Point 的 APP 然后募资来协助各位这个相关的慈善的团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利用国道这个服务区这个平台把这个活动推广出去我相信富有爱心的人是已经是相当多的尤其国道来来往往大家把那个爱心激发出来我看这个活动今天跟明天嘛在这边嘛再继续往下去继续做这个募资活动募集捐款的活动的启动，统一超商搁一摆发挥企业的影响力，希望当帮助到公益团体来度过寒冬，并特别开通 Open Point App 的线顶捐款功能，让民众会当更方便来进行小数目的捐款。那单笔的捐款满500，就会当得到一杯中杯的 City Coffee Latte。服务区我们对于公益都非常的一个重视，那也非常投入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包含之前我们在举办的1块做公益，或者是消费3倍回馈赠的一个概念，还有包含今天联合各位共同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联合物资募集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都希望能够秉持高工局长官给我们的一个指导，他常跟我们讲说，服务区的一个经营，除了要满足用路人各项的一个商品的需求、服务的一个内容、清洁服务以外，很重要的能够发挥服务区的一个平台公益的一个角色啦在准备过新年的快乐月份当中，唔通放袂记做伙动手来做公益。对12月31号到1月23號伫林德的休息站的 7-Eleven 參與捐贈的活動，就會當免費來得到咖啡券，讓寒冷的冬天做伙會當充滿溫情。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